中国无人机第一摆落入去咱东沙岛的领空，精势紧张，咱国军公布赶离开。中华园林地政所简讯发订单，4000外的民众叫是家己的房产风头买去。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出名的景点43家，一间 Pokémon 商店疯抢，损失超过10万美金。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台 AM 新闻，我是曹欣。中国继续搅了咱台湾，咱国防部今日发布，中国一只无人机伫咧透早5点44分，第一摆落入去咱东沙岛的领空是领空，这情势真紧张。符合国军第一级的条件，想袂到中国这个无人机伊咧飞关岛，伫咧咱防空武器射程以外，咱国军敢若会当用广播甲警告，无人机伫咧4分钟后才离开。咱国位伫南海东沙岛有重要战略价值，互中共来注意到。国防部则是发布，查到中共敢进无人机，早起就进入台湾西南空域，透早5点44分，头一摆进入东沙岛领空，紧张情势称悬，符合国军第一级的条件。无想到中共无人机飞行的关岛位伫咱军的防空武器射程以外，咱方只有经由广播来警告，中共这无人机伫4分钟了后才来脱离。经我方以国际频道广播警告。在5点48分时脱离，共军此种高度挑衅、不负责任的行为，已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国军批评共军对咱真大挑战，违反国际法的规范，一定要受到谴责。也若中共无人机近年来侵了金门、马祖这离岛，军方提出反制，要部署反无人机系统。不过，中共即摆无人机真罕的直接来到东沙岛领空，外界认为讲，中共操作这个无清楚地带侵了，对台湾施加真大压力。包含反制无人载具的能力必须要具备，或者是增加我们的无人载具的这种刑侦说的能力，或者是反制的能力。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再跟在野党好好的努力来去磋商。国防部来公布，中共无人机飞行的关岛也引起一注意。学者不排除中共派出会使远程航行的 BZK-005，也是 TB-001，这类无人机具备侦察甲打击，会发动突袭，然后一定要提高警觉。如果可能地面上有这样的部队，它可能不具备这种中高度的防空能力的话，那对于这样的部署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有这个多余的这个防空系统的话，这个可能在那边那个加强配置，或者说也许海军那个增加派遣这个具有这个防空侦测能力的舰艇那个强化在这个边的巡逻。中共侵了台湾，唔拿即阵，国防部共一天查到共军侵了台湾本岛，总共掌握中共军机26只，结合共蓝8只，共无准一只出现伫台海。另外，中共透早发射运载火箭，经过咱防空识别区，国军是严密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好，也伫咧台美关系谈判达成协议了后，中国说法讲反对有主权意涵的协定，咱外交部该回击无中国的代志。也今年 APEC 要伫中国深圳来举办，时间拄好伫咧咱台湾地方大选进前，学者就警告中国有可能用 APEC 食咱台湾的豆腐，甚至会想要影响咱台湾的选举。台美关系谈判达成协议，除了达成15%关税无贴甲去，也伫232条款关税处理最优惠台步。中国外交部却是讲，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家台湾相签任何具有主权意涵也具官方性质的协议。严过咱外交部反击，中国无权出随管着他国的主权的行为，相关的言论就显一个霸权的心态。中国无权智慧，也无权干预他国的主权行为。中方的言论凸显其霸权心态，更是企图片面改变国际秩序的麻烦制造者。我们有权利和任何国家做经贸协议，中共无权干涉。台美关系确定引发中方的不满，加上今年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由中国主办，预计在28日深圳来举行。学者分析，虽然中方要书面向 APEC 会员保证，会确保所有与会人员的人身安全，不过北京进前也曝光台湾敢若用伫一定的前提之下参加深圳 APEC， 有暗示为可能对台湾会有一些小动作。主持人会不会说去故意把我们中华台北的名称讲成中国台北？那当然中国官方媒体，我相信他也一定会用中国台北这个名称来形容我们台湾的代表。那这个本身当然都是给我们台湾挂一个小动作。
学者认为，今年 APEC 拄好伫台湾地方大选进前，爱小心来防范北京就有政治的操作，想要影响台湾的选举。外交部是强调，严正要求中国先尽主办经济体责任，确实遵守 APEC 规则，惯例甲实践，尊重两国平等参与 APEC 基本权利。记者综合报道。亚台湾受美国的关税扣15%，这是确定啊，未过他拔掉起哩。不过，伫咧进口的部分也未确定。美国的农产品销来咱台湾，敢会降关税，甚至讲未甲扣关税，咱的农渔民就真烦恼。惊讲国产会受到冲击。亚农业部长陈俊贵表示讲，台美咧谈判是要用零关税做前提，会坚守底线，保护咱的农渔民甲咱的本地产业。咱台湾猪肉要来互咱的台湾人吃健康。向民众保证，国产猪肉是上好的消费选择。非洲猪这过后解禁了后的39万只猪，一定2月到3月就会当消化完。农业部甲营地协会举行国产猪肉的行销活动，加强买起。不过因为咱国输往美国的关税降到15%，无搁他起哩。不过农渔业还未公布，猪农是烦恼美国农产品输入台湾是不是会零关税冲击市场？这部分若讲零关税。如果说做好市场区隔啦，哈，卖讲进口的和国产的伫咧混充，我们对自己是有信心啦。主要输往美国的肥乌虎也是受影响的鱼种，希望稳定出口。英国肥乌虎出口是零关税，希望各种变动损失唔通拢转互渔民。担忧的就是说，希望这个鱼价能稳定，好，然后把最好的品质呢，可以来跟竞争国来竞争。进口的这些品项，我们都在逐一的做一个确认，哦，然后相关的这些确认的程序完成了以后，然后签署协议以后，我们就可以对外来说明。对于农渔民的心声，农业部长陈俊贵出席活动的时阵讲，甲美国交涉的过程绝对无以零关税做前提，会以维持农民收益、维持产业稳定、确保粮食安全的原则坚守底线。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讲，中天电视主播林新佑涉嫌违反国安法、贪污涉密等罪嫌，检方所涉客家家人带转去问话，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核准。也共案，阁有9个现役甲退役的军人，其中5个人共款收押禁见。讯必任记者林南涉嫌提供新台币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之金额给现役军人，再由现役军人提供军事上有关之资料给大陆人士。检方指控中天电视主播林新佑涉嫌利用媒体的职务做中间人，用钱来收买现役甲退役的军人，甲军事资料交予中国，涉嫌违反国安法甲贪污，包括记者甲军人，拢总6个人收押禁见，即前会继续深入调查。来看中华园林，昨下晡有4000多个民众收到政府的简讯，写讲厝买偌济，这互民众带一条足大条，就是家己的房产风头买去，落尾地政所是证实讲是法定单去，甲民众会失礼，会来理清讲是人为的过失，也是系统有各样。手机收到简讯，拍开看是注明园林地政事务所的信息，内容写实价定了申报交易总价980万。中华县园林区有真侪民众，昨日下晡3点32分，拢收到这个信息。详细看发送号码是111，所谓发展部推送的政府轰炸专属简讯底码，互有房产的民众熊熊真不安，烦恼明害厝敢会去用偷卖。吓傻了，因为担心自己的房子怎么突然被卖掉了。我家长辈因为他们不懂这个，而且他们房子刚好是租给别人，所以他们担心一些税金资料等等等被房客拿走卖走了，所以他们打电话打不进去，直接冲到园林地政事务所。他们这次的简讯没有各自的问题。不然这样子就很糟糕了。民众靠地政所想要纠正，却因为熊熊将这电话卡入来卡未通，直接上去现场问清楚。园林地政事务所证实，简讯传送对象是4200外已经注册地籍变动即时通知的市民，原因就是一个民众即阵交易不动产，应该对当事人发实价登录通知，刷发送给所有注册的用户。误发简讯应该是通知一个，结果误发到
其他的人这样子。我们现在还在查证中，是不是人脸就是误发到简讯资料里面的群组这样子。虽然员林地政所尾仔用简讯各地官网面册发布改正信息回失礼，不过也是引起真侪人紧张。官方是讲，目前当咧调查是认为疏失，还是系统无正常，也检讨电话应变能力甲广告的速度。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也花莲玉里有一个富人人，伊咧行路较无方便，伊也甲厝内人讲要出去散步，毋过到中昼呢，拢无看人，因翁婿真烦恼，转报警察。也警察伫咧暗时离因兜10公里远的山区找到这个富人人，伊是真喜乐，也甲伊送病院。也这个富人人哦，到底是安怎行10公里遐尼远？警察要过来了解。我们要回家喽！暗时啊，搜救人员真细致，甲这虚弱的富人人送上救护车，因为已经失踪几点钟啊。花莲玉里这60多岁、行动无啥方便的富人人，进前甲厝内底人讲要出门散步，中昼其实无等去厝的。翁婿烦恼发生意外，赶紧报警察。警方调查发现富人人往山边的溪仔边行，伫警民的赖群组内底，请部落的民众到庭找人。道长就成立这个。在赖里面群组里面，就是叫我们那个部落人全部下去分工合作去找，还包括我们3级也参加去协寻。他就2点多就走失了。我从1里回来，才5点半，看到群组我就过去到河边那边，一直往河里，一直往上面那个产业道路。搜救人员沿河边、山边详细伫找，一直到暗时6点半，搜救人员伫山区发现富人人倒伫土骹，离徛过大约10公里，身体看起来真虚弱，规身躯也真侪所在刺伤，有时赶紧送病院救治。顺利寻获高姓妇女，并随即送往玉里农民医院救治。所幸妇人只有头部及膝盖挫伤，意识清楚。刚才富人人救治了后，无啥要紧，因为富人人健康状况无好，民众对着富人人安怎过河一直行，又去行遮远，也一直议论想袂通，警方也来进行了解。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你敢有咧买 Pokemon？Pokemon 的收藏是真值钱，也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出名的景点43街遐都有一间 Pokemon 的商店刷起疯抢，损失是超过10万美金。人不止在店内，有的人当伫选买商品，有的是伫柜台准备付钱。这个时阵，画面正边门口有3个穿乌衫、派这个派包啊后面的人，其中一个人摕玩具枪威胁其他人袂使叮当，另外2个人摕铁锤一直讲玻璃珠啊。Blocked the door. Kind of pointed some guns at some of the customers in the front, told everyone to stay back, came to the thing over here, started smashing it with a hammer and just taking things from there. They went around the place trying to take more stuff, stole from the cash register and all of that, pointed their guns at a couple more people. 案发地点伫纽约曼哈顿中城甲医城甲界的43街。2025年11月才开幕的宝可梦周边商品店，伫地方媒体报道宣传，这几个月已经变当地爱宝可梦的人真爱来所在，生意真好。不过拄到这件抢案，损失的金额超过10万美金，相当是新台票300多万。好在店员甲人客无人受伤。规个抢案差不多3分钟结束了后，店主才会当报警。福斯新闻网报道指出，匪徒过手了后，沿西13街向西逃走，到目前也无掠到任何嫌犯。详细案情嘛，还搁咧调查。公司新闻4家人编译。看转来到咱台湾，高雄第2间动物园伫第大本今日开始庆运，是以价开发动物优先做主要。也初期若要去爱心预约，毋过票价是比寿山动物园贵10倍，也交通阁无方便，这就引起讨论。也市府这边是回应讲，大本动物园是民间厂商落去整建，爱担成本，所以这个票啊才会较贵。趁市营运头一天，家长带囡仔来参观高雄第2间动物园——野心动物学校，囡仔一直伫算现场看到的动物。绵羊，还有嘞，马。你觉得这些好玩吗？好玩。会当正经看细只腊里，也个有问世的生活习性，民众感觉真特别。园区是伫指定市，庙方同意市政府以设定地上权的方式得到土地，当年敢若收1块租金，以内门自然环境做基础，规划动物主题课程。
不过票价甲寿山动物园比起来较贵，以一般大人的票价，内门动物园爱399，寿山动物园敢若40，差10倍。个内门离市区较远，大众运输嘛无方便，伫网络引起袂少讨论。周遭怎么景点都没有啊，吃的也偏少啦。对啊，所以以它这种价位的话，我会觉得可能要再考虑一下。它的场地蛮大的，然后布置的就是还不错。那这样的票价您可以接受？我觉得是可以的。对，就是带小朋友有新的不同体验呐。市政府回应，票价是因为促进民间参与方式，由厂商投入建建资金，也个后续动物的照顾成本爱家己负担，无亲像寿山动物园当年由政府经费补助。其支出成本包含了设施整建、动物照养、设施维护以及人力等成本，票价反映市场化营运的价值。新园区为单桥担任市长时代的规划，初期可望吸引真侪观光的人群，顶望5万日都会当持续落去，会当真正带动当地产业也甲观光产值。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特别旧历过年啊，屏东潮州的春节市啊，对29暝到甲初5连续至820点钟无休困，规间拢有营业。也欢啊，生理若要好，这个摆档所在就真重要。也上好位的迄区，即届是用34万标出去，这个数字是历来上界悬。192222。听到工作人员叫号，得表打欢真欢喜。全国各地打欢最开表进行上正快体育区34万票出，创历史新高。得标金额34万。屏东潮州春节市集，去年超过30万人次。2016年旧历春节会为过年暝开始营业到正月初5透早，连续110点钟，也因为24小时营业。往年打番伫附近大埔旁，趁透早来报名。4点吧。他几点起来？6点多吧。今年潮州春节市集会规划410个，包含特区47个，一般区363个。直到特区开标，一般区伫20到23天开放登记了，投花决定。全国各地的我们的摊商朋友，甚至有来自金门啊，有来自台北，还有来自台南的一个摊商朋友哈，都集中到我们潮州这边来投标。公所表示，今年特区竞标5项创新权，人数、投标数加押标金拢比去年较悬，显示全国打番对潮州春节市集有信心。为照顾当地人，一般区也保留117个，和潮州节的打番。记者综合报道。也台东去年万冬稻啊，因为风台来影响，是拖到12月才收成，这就造成今年早冬稻啊播产的时间变甲真逼。也台东伫咧英国过年时啊，会有油菜花会当看，今年可能就看无啊。不过会当去关山行村，遐个菜花稻田用马祖做主题，到甲4月都会当欣赏。台东县的稻田，农民也油菜入肥，已经陆续被番头灌水准备种今年第1期稻作。往年过年伫中国山区看到的花海景观特别结束。农民讲，今年过年较慢，加上去年风台影响，自己稻作较慢收成。即马拄阁是报产期名单，只好拍掉入肥开始种田。我们面积比较大，也不可能拖到最后面，那样可能来不及，所以都会有一些会提早。虽然过年假期看无花海，毋过关山电动会伫美国学校每年种的菜花稻米，今年用天后伫遮做主题，伫景观台因看到用6种色水的稻仔种出马祖形象，也游客抢先来欣赏翕相。关山电动会表示，这马祖菜花稻田伫过年期间会上好看。很厉害呀！春节的时候呢，会是最漂亮的时候，颜色会是最饱满的时候，可以一直展览到大概今年的4月。关山电农会表示，关山店500年历史的天后宫，今年特别推出马祖菜花稻田，希望过年因风调雨顺。过年期间民众来遮行村，希望带予大家平安。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环境真丰富，不过人咧开发的是去威胁到大自然，都有3个少年家做 podcast 甲电影片，用趣味的方式讲生态的知识，希望大家甲因做伙守护这块土地。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网 AM 7点半来看这点少年家因的故事。好，弟弟，我们等下一定要开手电筒，然后先照地上，然后再照两边，可以看到有什么生物。暗时啊，草山的天宝古道，林志豪带游客行去山顶，要来找找伫山林内底的野生动物。
亲像蛇、四脚甲火金菇等等。每一届导览拢是真难得会当亲近大自然的体验。暗内伫山顶甲日时也是真无共款，因为无日头，温度降低，原地密起来的生物嘛开始出来振动啊，展现另外一种生命的形态。山顶的暗时啊，是一个就特别的所在，就是暗时啊，迄蛇水鸡豆丁四脚拢开始造出来。深色的议题，企图与华丽的名来掩饰。欢迎到康舍制药，我是吕伯猫，我是弗雷鸟，我是瘦瘦。瘦瘦来第2次了。除了带民众加入去山拿，伊嘛利用网络平台做 podcast 甲短影片，甲生态知识转做轻松的对话，甲趣味的影片，用深色的方法来了解野生动物甲保育的议题，请更加侪少年人做伙来关心咱的环境甲生态。然后我就希望说，用这样比较更浅显易懂，然后任何人都可以接受的搞笑的方式，然后让大家认识野生动物的生态保育相关的议题。这张是咱9月底时阵抓到的一只龟子吧。这几张是当初做互兽医做检验的时阵、检查的时阵，咱想说做一寡测量的动作。未来我是想讲，会当继续做这款教育推广的工作，家己做较较专业，推广更出去一点点。无论伫咧安静的山顶，也是闹热的市集，这群少年人用行动推广保护环境、互生态，毋但是册内底的知识。嘛是一种会当体验、会当感受的生活态度。恢复生物的多样性，这个梦想虽然真无简单，不过只要继续打拼，台湾这粒岛屿的生命力就会当永续传承。记者吴德庆、叶家军台北报道。咱来看明仔载天气。北部地区16度至23度。中部地区15度至28度，南部地区17度至28度，东部这边16度至26度，外岛地区13度至21度，也阁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